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新竹女环支线全线复驶，和多个6家支线串联高铁新竹车站，是全国唯一结合高铁的观光铁路。两铁串联，直接路线的盘查，不单止对去足球上班的人过利便，观光行业还个是本人看好，为向游客去女环体验客家小镇风情。新竹县政府按算能把女环的游客量一年会到250万人次安多。面对安大嘅观光人潮同商机，女环上前准备好嘅么？推铁咁有办法满足人客嘅需求，当地居民要用嚟应应生活品质减少嘅问题呢？冲广上嘅日，有无睇到位嘅小工厂，新竹女环支线4件嘅设计正式全线复驶，有减减嘅4件嘅模式嘅，人工系整机火车改装嘅 DT668整机火车，韩国 CK124整机火车共下咗数控嘅车。使用女环也嘅客家观光小镇，佢有建议，也想嘅迁到火车路面屯乡亲，上集爱翕相，记录历史性嘅廿一期。女环支线全线对新竹到女环是台铁第4个旧嘅3台支线之一。4年前新竹到竹东站停驶，从竹东到女环继续营运。新女环支线沿沿高铁接送，开业6家支线，增加北新竹、世博千甲、竹口新庄、竹中6家约5个车站。其中6家站用公路连接高铁新竹车站，是全国唯一结合高铁的观光火车路。6家支线，第2个是内环支线。这个用这个图来说明一下啊。我们原来的内湾支线呢，是从新竹站一直到内湾，一共28公里。那我们新做的6家支线呢，是从新竹到了竹中以后转到6家。去交通好方便，去新竹到东方便，然后去坐高铁去台北，还那方便，不是转差。高铁、台铁两铁串联盘查过利片呢，唔单止打帮到足球通勤上下班的人，还个看得到未来嘅观光效益。汉办外地来嘅游客坐在坐高铁，在往坐女环支线到女环体验客家小镇风情。女环线复驶以后，非常会繁荣啦，上是上得多。女环要希望先将来为所看，还有爱流行起慢慢发展，要当可惜的夜景发展，色也真好，风景也真好。希望以后台阶啊，坐火车来女环了。所以我们就想说要搭小火车上去玩，对，那是最好的交通方式。然后顺便就是度假，要吃一下当地的美食，这样子，我觉得比较方便对啊，因为如果比如说像很多人，然后有时候交通工具又不够的时候，这样是很方便。对人口同菜天然路以后的交通方式，在因为新旧火车路线的高架，本日迟到没以后，新开的6家支线用顺线天计划，4天连查来去新竹站同6家站。女环支线是维持单线4采油车，将通勤时段由7台车来去新竹站同女环站。
多數唔係同團時段，而他落去做總站盤查。每天會有70班跟高鐵銜接，到竹中呢，竹中每天有34班可以往來內灣跟新竹之間。為了配合你上下班的通勤的需要還有早先頭有2班從新竹開往內灣，下晡頭也有4班新竹開往內灣，機械使用超少的7隻新竹開往內灣，但是有部分喺唔係上下班的時間的差有20隻班次都集中，但是旅客來講情況偏強烈，可以溫差仲差5分鐘定2批錯天氣差到新竹來。就以下邊火車時間表來看，對新竹見內灣睇足總站溫差，要等7到22分鐘；對內灣去新竹睇足總站溫差，要等30分到37分鐘邊內。青島內灣的民眾都希望做得加快出太查的查標，上次一等等查盤查安飛去。依家段時間停駛4年lang，哦，佢還是有下方便。不過我希望你還是講以安全啦，新竹直接到內灣，內灣直接到新竹係仍然就有6班添。不過我希望能夠增加到最少有10班嚟樣，唔是講對竹中啊會要檢查。加錢麻煩啊！下巴等車就等到晚點鐘叫啊！繼續往竹東、內灣方面的旅客站外廣場排隊。司機來到竹總站，了解睇下隻嘅溫潮外見內灣火車嘅人客，將到櫃查站出去，青島人客見怪煙。就是說到這邊還要再轉，會覺得很麻煩。會啊。會希望說直達車。對，當然是直達的是比較好。然後在這邊搭過來，然後又等很久，然後又搭到新竹去，然後再回來，又還要在這裡下換一次，蠻麻煩的。等一天的時間都浪費在等車上面了。月台是嘛，對老人家是為好唔方便，因為佢會上段了嘛，又會下段了，老人家腳下唔好，因為你填退的時間你冇按到啊。按那個升降機嘛，做唔得啦。老人家一坐袂出鏡啊，腳冇踏對嘛，嘿，佢會出鏡。我腳唔掉春夏去好，也係按樣辦啊。五台鐵表示，考慮到竹總站到內灣站之間的火車路唔前天氣化，坦白係唔係會加快出太查標，還要再個研究討論。到6架嘅線路啦，特別 Q 嘅內灣線路冇共樣啦，也新嘅線路有天氣化 ，Q 嘅線路冇天氣化，然後所以用嘅查上都冇共樣也有關於講列車安排，係咪將來出太多新竹嘅部分暫時來看行了嘅狀況樣嘅然後嚟做一啲檢討，也係嚟做另外安排啊樣。除查標嘅問題，也有人客反映一台設計有問題，火車同一台之間嘅碰鐵態，對成年嘅老人家來講，睇安全上可能會出問題。感覺有一點，有，安全上，對，安全上可能有一些要改進。一方面硬鐵實皮嘅部分會盡量嚟到真實嘅營業前嚟做一個改進啊樣。像已經有做一個現場嘅檢驗過嘅個也實請有關嘅部門嚟做改善。先復市開放15日本民眾唔是前來吃草，做得講係平平人客就幫忙。如內灣支線後，青島嘅查站就請一個政府人員負責所有嘅業務，一下未來嘅按到嘅人客，政府員根本冇按到8隻數。平常時來講增加2倍有啦，因為像你啊平常時假日來講就。從12號到今天為止，假日的話，差不多是假日的載客量是8000人。我們現在25號免費搭乘之前我們都有因應措施，就是都會有支援人員過來，
往后碰到星期假日的话，业务量大成人多的时候我们也会随时请求上面支援。係啦，也因為茶頭檔開始營業天年啦，也會針對的茶頭盈利的部分去做一個檢討。也目前呢係我有撇站嚟支援的人力來做天數茶頭嘅工作咁樣。我幫到重點嘅茶站啦，像內灣啦，嗰也專線嘅集中站啦，會派較多人嚟天數咁樣。上來有幾多人來吃草，數目是會講法，但像係第一個禮拜就台鐵的算法就有10萬人次。按多人客來到女灣上天，女灣站了熱入用茶，到站過後過5分鐘，人客出站還沒出嚟。東紅片。以前冇同茶食，安用嘅來也用料。這個開茶吧。就個無紅片對人哋喺上海來講嘅話，東紅片。對啊，方便啊，因為可以直接從新竹火車站這邊搭過來，不用找停車位。可是站好久。很方便，直接又通車了，都不用轉車。對。你們是哪裡人啊？我們從基隆過來，之前就停駛了，就沒有過來，第一次來這邊。所以如果是需要開車的話，就不會過來。對啊。因為太不方便。對啊，對啊，對啊，路又不熟，坐火車比較方便。我按上年實在係因為女灣支線有老式嘅風情，各茶站各有特色。去到女灣村，還有古色古香嘅女灣派出所、女灣戲院、仙橋、流行劇漫畫館也都旅遊景點。韓國天朝愛上嘅各種美食，水餃、薑粽、板條、豬籠板，就歸上年。來內灣一定要吃過啊，色香味俱全的粽子哦。帥哥來，你吃到飯一定要吃。先一樣，8個50塊，8個50塊哈。有人來就有錢好穿，一條店家強到耐唔得，準備好勢等人客來到。店家各種嘅嘢數無一時停，除了準備足足嘅食材之外，有嘅店家還加地位人來聽數，和款待安泰村嘅觀光客來交關。該茶檔多嘿，你看叫嘅人潮哈，來嘅人客除了新竹站人之外，全都坐通高鐵從下湊人來，我就帶動內灣的繁榮哈，人潮一下落來哈，當初我都冇想到講會咁多人，所以呢準備嘅東西哈，全有多少得閒啊，不過哈呢2日哈，呢禮拜來哈，我都突然恢復正常，哈，全部。準備嘅東西拿嚟，所以呢，你看到前多嘅人環聯電路椰漿花粽啊、發板啊，還有板條店，大件子嫩大家講好得準備很多哦。有啦，人潮變下多啦，人潮，首長有。生意上有多1成啊，1成左右，工作人員啊會多出2-3人啊，花2成以上吧。2成以上。可是你現在是免費期間吧？我們都有準備的了，因為火車有帶來人潮啊。講到火車同女灣的關係，我對日本數位講起時，日本政府順論娛樂海經過女灣入到泰雅族實體素材，發現珍貴樹種同石炭，開始大規模開發。1952年，因為林業、礦業來開業做東線火車路通查到女灣村。下後20年，江沙強對外交通如係將女灣村看作係中心點，嗰所女灣嘅商業嘅發展，永遠香港係西上海。我講最鬧熱嘅係民國48年到55年間，加咗個女灣維持到嘅鬧熱，該鬧熱到底係鬧熱無中央，該鬧熱就講從外地人來多，比如講落山都係白天經過女灣啲係下日不讓遊樂去。將來女灣下日晚將入轉衣服噶，還對女灣嘅都生意啦都話像嗰時女灣嘅球場嚟講，只有7-8家，飲食店中央樓底下差唔多也有7-8家，地下也有7-8家。
1970年過後，政府林業政策改變，石炭業已經營模式，女灣競爭產業沒落變做點錢。假10多年，女灣透過形象塑造、商圈規劃，搭配女灣自身的好條件，變作為觀光的西裝頭。女灣對當初係一隻種下一隻山腳下一隻細隻客家村。可是呢，2多年做了3000落去繁榮落去，當日火車仔1點鐘就載1千3落來，遊覽車一日來了200-300台，還有自駕駛的轎車，咁來了差不多一日用3-5萬3落來女灣，當然造成了我哋商機當然發展。將準女灣觀光的發展性，先做縣政府提出用台灣漫畫夢工廠來打造女灣火車路的觀光計劃。未來2年內，要把女灣1009站歸入路軌上面，還特別發展2台充電器，屯竹東站變做國際兒童繪本村。女灣要打造出流行劇漫畫園區。內灣支線其實是我們新竹縣的所有的觀光景點裡面遊客最多的。那配合這一次的一個內灣護士，其實新竹縣政府目前積極向交通部觀光局爭取的一個國際魅力據點計劃。它的計劃內容就是希望以內灣支線為這個旅遊線的一個骨幹。那結合一條線裡面的9個車站，我們推出了1線9億的計劃。那希望能夠結合在地的文化，比如我們在地的劉星星大師，我們的漫畫家，能夠以台灣漫畫夢工廠來形塑這整條的一個路線。那希望這裡面不只有亮點，然後希望它有文化，然後把漫畫元素結合車站、我們鐵道，然後在地文化。政府單位3萬畝地位資源來，屯女灣也個本單就充滿了復古風情的客家小鎮，打造到韓國有魅力、韓國商業代表，做得前傳到西西館。唔過等人鬧為吵鬧，屯環境衛生的問題未談論來嘅。眼前嚟講最重要，我希望政府單位能夠重視從眼前女灣的環境方面，實際上講。從假日從在佢嘅女灣除了中正路以外，是還冇人做生意。有啲遊客難免到處食到奶跳到奶。佢喺邊所是外地嘅範圍呢，佢就像兩沙田，就說中正路，和其他嘅都全部佢都冇嘅。就說中正路佢兩沙嚟講，仍然都啱住可以講非常嘅無限嘅啊。按像其他的中正路、廣福路啦、太同路、和平街根本都冇人，完全冇人打掃喺度啊！是講人潮來了就後咗帶來嘅種垃圾啦環境啦各方面，韓國對老百姓嘅一隻車輛嘅出入、人員出入咧，出入嘅安全問題啲全部係對當地百姓嘅一種影響啦。松田副區內人家門前就標論下論強目停車的三角錐，就將一無注意，自家門前的車位都變作為人客的車位。見到了日外地猛一到人來，沙點到開菜地的居民出入唔離片。眼前係真實查，尤其到假日我才講女灣人到假日冇成片嘅權利啊！反正見你講有乜嘅唔妥交通方面實在真困難。女灣上天的店家，外種人將未會北上。菜天人雖然有店做好數，有錢好落台，52元論吵鬧同惡做，部分菜天人難免怪嘢，無向數到馬嘅，點都先數到損害。但是整體來講，本地都有加到兩個收入屋內漂洋收得唔衰啊！整體來講，對女灣經濟係有幫忙嘅啦。難免如果冇做生意嘅人。呢個環境空氣啦、垃圾啦呢一方面，有啲人因為係受害者啦。觀光經濟發展同居民生活品質按樣係取得平衡，係未來發展女灣商圈天朝愛從事嘅課題。其實觀光你發展你喺長期先啦，到老百姓咩先希望講，老人潮帶來你哋往上向啦但是講你整個配套措施要這樣子去配合。你牽涉到有咩係錢嘅問題所以我是希望講，你鄉下
非常酷嘅一隻鄉鎮吼，希望影嘅觀光區吼，為到發展嘅觀光吼，多多來幫忙。当然，游客一多，我们的观光环境的准备也必须在加强。所以我们提出了这个计划，就是希望未来不只是交通，不只是文化，都能够做一个准备。所以我们会把当地的环境进一步来整理，然后呈现当地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目前也积极在做的大众运输。除了铁道运输之外，如果铁道运输不足，我们必须增加大众运输。如果大众运输也搭配附近的停车场相关的配套措施都一定要来做。之前串联的台铁、高铁两铁，韩国又有新竹都比铁台中运输度秒，交通案例片将会加价未来6万地铁观光发展。新竹县政府按算，未来来留了的人，可能一年就会有250万人次按到。面对安泰的观光商机，除加強內灣現象上建的軟硬體設施，改善規嘅觀光環境，而顧到菜體居民生活品質之外，台鐵的運輸安用嘅安全有利片，韓國顧到觀光人客同通權出嘅需求都係考驗。